是兴趣爱好，是喜欢，是开心。但是慢慢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工作，每天都要自动化，可能你要去应该面对的，去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可能会感到枯燥，可能会感到乏味，肯定的啊。然后你要去慢慢的了解，慢慢的理解，慢慢的去从中体会到乐趣，体会到快乐。说实在的，就是一直能让自己快乐的人是蛮不容易的，因为生活中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快乐的事情本来不算多，困难总是要比每个人我觉得都是这样的。然后生活当中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总会碰到什么困难，但是你往往碰到困难，你怎么去解决，怎么去面对，怎么去处理，然后对我自己来说现在更重要一点。所以后来大阪世锦赛的时候，所谓的那个第9道奇迹，你想排在这种边道的，所谓的都不是那种夺冠的热点。没有，其实当时复赛的话，我是总成绩排名第5，因为复赛我比较放松嘛，然后进了决赛，那个时候成绩是排名第5。第5进去呢，我没有想到我会分到第9道，当时可能是抽签吧，因为当中的4道是被前4瓜分了，然后我是第5、5、6、7、8，然后就分旁边的2道，当时就1道没有，2、3、4、5、6、7、8、9，然后2、3、8、9是4、5、6、7、8的成绩的道，然后我恰巧是被抽到了第9道，对，这个没有想到，后来拿到第9道，我一看，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太在意啊。但是第9道你不照样跑吗？挺好的，你旁边又没人，也不在乎像别人拉我不拉我，是，然后就是自己管自己跑，当时就是这样。我想你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我觉得也是锻炼出来的特别是运动员，可能是像我们个人项目而言，主要到了赛场。还是靠你自己，因为到赛场没有人可以帮你，你一定要自我调节好，让自己有一个最佳的状态。从起跑，从上跑到这一刹那到终点，你不能掉以轻心，你一定要非常非常集中，非常非常专注，就这几秒钟的时间。那天在大阪夺冠之前，我因为去翻看了以前我们记者发回来的一些素材，是不是你身体有点不舒服？当时我记得大阪之前我发烧发到39度。然后一直烧了4、5天，对啊，自己人也感觉很不适，也没怎么训练，因为练不动嘛，因为感觉就像采棉花一样。但是到大阪我就感觉还行，慢慢，我教练让我调整一下，索性不让我练了。然后到大阪慢慢调整上来，从预赛感觉也不是很好，从复赛慢慢到决赛，感觉慢慢稍微好一点。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不是在最佳状态但是其实分到第9道也是一个很好的，让自己逼了自己一把。我就想分到9道，我也可以跑得一样快。自己一个人分在9道，我感觉自己和自己跑，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对，我从来没想过别的，而且一切都是非常好。虽然说跑得比较紧张，最后从起跑到最后都没有一个环节是自己非常满意的，对。但是3秒95这成绩对我来说是比较好的，对我意味着太棒了。你骨子里头还是一个好胜心非常强的人。那是肯定的。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每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必须要有一颗很好胜的心。而且你想一个运动员刚刚发完烧，而且第9道出发都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所以我想没有人会怀疑你在起跑的时候具有这种非常强大的自我镇静的作用。所以08年奥运会你其实退赛之后，我觉得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在感到诧异的同时，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办公室都聊到，这其中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后来孙指导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其实也把你的伤势做了一个这个宣布。你如果现在反过来讲的话，就是那个时候之前这个伤对你的影响，其实你自己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只是你不知道，比如说你最终是不是能够。我一直觉得我可以去尝试，还是可以去跑。但是当我进入场内，当我做准备活动的时候，我还是坚信我还是可以跑。但是当那个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运动员抢跑了，然后我跑了第一个栏架过后之后下来之后，脚就震了一下，我就感觉很难跑下去。我觉得你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因为如果死扛的话、死撑的话，
很可能是没有。可能很多人会说，哦，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都在自己的祖国比奥运会多不容易啊，自己爬也要爬到终点，很多人会这么说。对，但是当时的状况，其实不是以你的精神去考虑的，你要其实当时我就感觉我自己也想跨到终点，但是我觉得当时这个情况对我来说真的有点纠结，很煎熬。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坦然的去面对。还有就是在06年到08年中间这一段奥运会的备战周期中，你可能我觉得没有一个系统的时间可以来针对这个伤病把它彻底的根治。对，因为当时因为可能大家都觉得我状态好，也忽略到我这个地方有一些问题，自己也忽略到了，自己也有责任，自己也没有太在意了，都觉得我顶一顶就会过去。对，然后没想到在最大的比赛当中爆发了，对，然后到现在我有时候回想起来，就感觉对我自己来说是一种遗憾，对，但是从很多方面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提高，因为不经过那段经历的话，我也不可能有现在。其实我觉得，真要说成就的话，04年你在雅典奥运会拿金牌当然是成就，后来的破世界纪录也是。但是我不是恭维你啊，就是更了不起的，我觉得还是08年之后你做的很多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呢不一定看的大家看得很清楚，或者说也不一定会以金牌来作为一个最终的产物，但是你能够重新回来，而且回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水准和状态，这中间所经历过的事情，我想一定是很多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我也不太相信我能够又跑到13秒。其实当时我记得受伤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下完了，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嘛。然后一听后来到美国去检查，然后诊断之后要做手术，那当时我也很怕嘛，就觉得手术对我，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手术，很害怕，对自己没有底，然后就觉得做好手术是不是以后运动生涯就会报废，然后那个时候脑子很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自己也不想跟太多人说话，整天自己就闷着然后一天也没有多少话，然后这些很多我觉得都需要自己来慢慢体会。对，当时我觉得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而且这个手术的决定到最后必须你要接受和同意他才能做。对，当然要我签字啊。我记得当时在美国动手术之后，是头一天晚上住进去的，然后第二天早上7点多动手术。然后当时麻醉师给我上麻药之后，我就先开始头晕，然后我记得自己爬到那个就是手术台上去的。然后他们还问我当时已经半迷糊了，他们当时还问我你想不想回家啊？我说我想。然后当时有个中国医生，也是华裔的医生，然后他还问我你认不认识自己回家的路？我认识，当然认识。然后又起来了，他们看我坐起来了，后来又帮我打了一针，然后我彻底药量不够，彻底昏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记得是上午10点多，然后醒来就感觉眼睛根本就睁不开，10点多醒过一次，然后后来又睡了，睡到下午2点多，然后我醒了。当时我妈妈也陪我去美国。当时我看到我妈妈，我说我妈妈，我是在哪里啊？这里已经在那个病床上了。然后我妈跟我说你手术已经动好了啊，动好了。然后我就躺着呢，我一看我脚都包好了，然后脚套都套好了，他们要固定嘛，不怕我自己睡觉的时候乱动。然后当时好了，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麻药可能还没有过去。其实你去美国做手术，我觉得全世界唯一只有一个人高兴，就是你妈。我们采访过她当时就说，她很意外的，就是获得了一个跟你能够这么长时间相处的日子。虽然这听上去呢，你说高兴的同时也多少有点苦涩，因为你毕竟和他们分开时间很长。是，当时我妈妈也在美国，因为术后她想烧一点可以比较我喜欢吃的食物，
然后给我烧一点我比较喜欢吃的菜。然后当时因为美国人华人超市也很多嘛，什么都买得到，所以说他就想照顾我。你是不是后来那段时间体重猛涨过？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动好手术不能动的嘛，因为要静养，可能一个多星期，2个星期，2个星期是1个多星期才能慢慢的动。我当时记得天天躺在床上，然后洗个澡这里都要包好，然后慢慢敲。当时先开始他们还给我拐杖，当时我根本就不会用拐杖，这是什么东西啊？还要用这个就是怕摔跤嘛，慢慢，到最后拐杖用了很自如。哎呀，这个恢复过程中真的很辛苦，然后从各方面训练，然后体能啊，因为很多时间不练，然后肌肉刚开始练的时候很累特别辛苦，感觉当时都快的你天旋地转，很多东西我觉得身体上的一个恢复很快，我觉得也很好，很容易，只要你做一个，也就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很多要心理和精神上的恢复。其实今年大邱，我就感觉我自己有能力拿到前3名，从预赛开始，复赛到决赛。当我站在决赛的跑道上，我觉得可以拿到第3名，前3。但是什么颜色的奖牌我不好说，对，但也没多想，其实当跑到第6、第7个栏的时候，我就跟罗伯斯一样，我其实后程，其实按照我的节奏来说，前面5个栏当中，5到第2个栏当中会稍微换一口气，然后一直冲到最后。对，你有没有感觉到，会不会正是因为你现在状态这么好的付出，才会给那些主要的竞争对手带来一种压力？我肯定会有压力，因为今年一下子跑13秒，他们肯定也有内心也会有压力，他们觉得刘翔怎么又回来了？对，因为我以前就跑得很快，然后而且罗伯斯也输给我很多次，对，然后他肯定会心里想到他又回来了，然后他又变得很强，然后他肯定会心有余悸，对，就像我08年看罗伯斯一样，他破世界纪录了，然后10年去年Oliver 6次跑到13秒以内，然后他真的很强就这样，每个运动员，特别是同行，都会关注彼此的竞争对手。从明年的这个伦敦奥运会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你刚才提到的这2个人，基本上你仍然锁定为是你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除了伤病之外，好像他们俩身上也都有伤。对，罗伯斯今年可能还好了，Oliver 有点伤。他比完之后，他跟我说他的髋关节不太好，之后回去要治疗了。罗伯斯一直也是被大腿后肌群一些伤病所困扰。上一届柏林世锦赛他也是退赛了。所以说运动员伤病也，特别是我们这样的项目，你必须要达到95%以上的那种能力，你才有怎么说呢？你有一点点酸痛，有一点点可能抽筋可能肌肉哪里不舒服你都不可能完成比赛。所以这是一个对人的机体要求非常高的项目。是爆发力、协调性、技术、速度、力量，我觉得各方面都是一个集合吧。所以我才理解为什么你会说伦敦奥运会是你的最后一届奥运会，尽管其实到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你年龄也不算大，30吧，29，十足29岁。如果到33的话，会不会就是说再来一届奥运会的话